弟兄姊妹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今日會同大家講到呢一個星期嘅托拉讀經篇呢，就係呢個嘅第31篇嘅要說篇。咁要說篇嘅經文嘅篇幅就係由利未記第21章1節到24章23節。而呢個要說篇嘅希伯來文呢，就係 Emor， 意思就係說。咁樣呢，係從利未記第21章第1節嗰度嚟嘅，就話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說，就係呢個嘅Emor，就係咧說耶和華咧佢俾以色列人嘅嗰個嘅年曆同埋咧嗰7個聖經嘅節期。咁而家喺利未記23章去到27章咧，其實就都係講到關乎呢個敬拜裏面。即係呢個嘅節期啦，跟住呢個嘅安息日啦、安息年啦呢個條例。咁而呢個關乎敬拜嘅條例咧，就同即係利未記一開始頭嗰7章咧係相對同埋平衡嘅。咁個之前同大家講到嗰個結構咧，好清楚有呢個嘅表達。咁而喺利未記第23章第2節嗰度咧就話：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華嘅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嘅節期。第一咧，我哋睇到咧就陣子有講過，呢個係呢啲嘅節期咧係耶和華嘅節期，所以唔係淨係以色列人嘅節期，而係咧耶和華嘅節期。安息日同埋呢7個嘅節期，既然咧都係作為神嘅創造嘅秩序裏面一部分嘅時候咧，所以佢哋咧唔會話好似我哋有好多時候所理解嘅就呢啲嘅安息日同節期咧已經過咗時啦，我哋咧唔需要再去遵守，但其實應該唔係，因為咧佢哋咧係作為神嘅創造裏面一部分，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仍然係需要去遵守嘅。呢7個嘅聖經嘅節期就係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五旬節、吹角節、贖罪日同埋咧呢個嘅住棚節。而呢7個嘅節期咧，可以分為咧2組啊。喺成個23章裏面咧，有話我是耶和華你哋嘅神呢句説話咧，係出現過2次。第一次咧就喺第23章嘅22節，第二次咧就喺呢個嘅43節。咁所以按住呢句説話出現嘅2次咧，就可以將呢7個嘅節期咧分為咧2組啊。第一組咧就係頭嗰4個，即係話呢個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同埋呢個五旬節咧，都係喺屬於即係呢個嘅春季嘅節期。咁係嗰陣時佢哋天氣係比較炎熱啦，而呢個嘅雨水咧係比較少嘅。而跟住剩翻個3個節期咧係屬於秋季嘅節期，就係呢個嘅吹角節、贖罪日同埋呢個嘅住棚節。咁係天氣比較凍啲，而雨水咧就比較多啲。歌羅西書第2章第16、17節嗰度話，保羅講話，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保羅咧喺度有提到呢個嘅節期啦、月朔、安息日。佢講到嘅呢啲即係節期咧係後事嘅影兒。咁後事就係講緊耶穌基督啦，咁所以呢啲嘅節期咧係作為耶穌基督嘅影兒，咁所以咧係有佢即係先知性嘅意思，即係話所有嘅節期咧都係指向基督，俾我哋咧能夠更加認識耶穌基督。所以你話即係基督嘅影兒，但係呢啲嘅影兒咧係好重要嘅。就算咧耶穌基督嚟咗之後咧，而家仍然咧係冇話已經係過去啦。所以唔單止初熟節同埋呢個嘅吹角節有呢個先知性嘅意義，係咧呢7個嘅節期，即係由逾越節到呢個住棚節咧，都有呢個先知性嘅意義。咁而耶穌基督咧已經應驗咗頭嗰3個嘅節期啦，而咧第4個嘅節期五旬節咧，亦都聖靈喺呢個嘅五旬節7日節嗰陣時咧，喺呢個使徒行傳第2章嘅時候，亦都降臨咗喺呢個嘅即係地上面。咁所以前啲春季4個節期已經被應驗咗，所以嚟緊剩翻嗰3個秋季嘅節期咧，就係指向咧耶穌基督佢再一次翻嚟所會發生嘅事。
咁先講下呢個要説篇嘅內容。咁啊，利未記第21同埋第22章咧，就講到呢個嘅祭司同埋咧呢個嘅聖物嘅條例啦，就係呢個祭司同埋呢啲嘅物件咧，都係要聖潔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咧係要完整啦，唔應該有呢個嘅瑕疵或者缺陷。咁跟住到利未記23章咧，就係講到神自己嘅年曆啦，同埋咧呢個嘅嗰7個嘅節期啊。而24章咧就係講到呢個點呢個金燈台嘅條例啦，跟住都講到呢個即係擺放呢個陳設餅嘅條例。跟住喺剩翻24章裏面，由第10節至到最尾23節嘅內容咧，就係講到一個年青人啦，佢咧就褻瀆咗神聖潔嘅名，以致咧被懲罰，同埋咧關乎即係褻瀆神嘅名嘅條例。咁關於呢個嘅要説篇呢個以摩嘅重點咧，咁今日會想同弟兄姊妹主要分享到嘅咧，咁係點解唔係就係以色列人嘅節期，而係耶和華嘅節期咧？就主要咧就係呢個嘅節期啊！我哋譬如理解即係好似譬如Holy Day 呢個假期，其實咧就係一個 Holy Day Holiday，咁就係呢個嘅節期。但係其實呢個Holy Day Holiday 英文啦，但係如果喺個希伯來文咧，其實呢個叫做 Moedim。咁而呢個 Moedim呢個字咧，喺創世記第1章咧第14節咧嗰度咧有提到。創世記第1章第14節嗰度講，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喺度和本翻譯咗節令呢個嘅字咧，其實喺原文咧就係呢個嘅Moedim，就即係話頭先同呢個利未記第23章第2節講到咧以色列嘅耶和華嘅節期啊，同一個嘅字啊。和合本嘅翻譯咧，我哋就咁以為節令係講緊咧，即係呢個 seasons 啊，而係講緊即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但係其實唔係，呢個節令咧，其實係節期，係呢個咧嘅Moedim。咁即係話神一開始喺佢創造當中嘅時候，創造喺天上面嘅光體，其中一個嘅功用咧，就係咧去定呢個嘅節期，即係話咧要俾唔單止係以色列人，俾人喺神嘅指定嘅時間當中咧嚟到去過節所以咧即係呢個嘅Moedim係即係神指定嘅時間啦，呢啲 appointed times 唔單止一定係俾以色列人，因為咧喺神嘅創造當中，其實咧佢係喺神嘅創造嘅秩序裏邊啊，係俾每一個嘅人都喺呢個指定嘅時間當中嚟到向神去敬拜、去守節。所以我哋好清楚見到呢啲咧係耶和華神自己嘅節期，而係咧喺佢創造嘅秩序當中咧嘅一部分嚟嘅。跟住喺利未記第23章第3節嗰度咧話，6日要做工，第7日是聖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這是在你們一切嘅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我哋見到咧，即係話喺講到嗰7個節期之前咧，喺第3節度有提到呢個嘅安息日。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嗰7個嘅節期咧，其實每個節期都好似呢個嘅安息日呢個Sabbath咧一樣，就係咧神喺呢個即係約定咗屬佢嘅人嗰個嘅時間當中咧，想我哋咧嚟到去敬拜佢，嚟到咧咁樣嘅去安息。所以安息日咧就係呢7個嘅節期嘅基礎啦。咁所以神咧就好似喺每一個星期、每一個7日呢個循環當中咧，都會俾我哋咧喺呢個第7日有呢個機會咧嚟到去敬拜佢，嚟到安息。亦都好似咧就係一年裏面嘅時候咧，都俾我哋有7個呢啲節期嘅時間裏面咧嚟到去學習啦，去敬拜佢，同埋咧嚟到面前咧安息。喺呢個第一組春季嘅節期裏面咧，頭3個咧都係喺聖經歷嘅正月，即係話第一個月喺嗰度發生嘅。而咧呢個嘅五旬節，另一個名又可以叫做係七七節啦，或者咧呢個嘅收割節咧，
就係喺呢個嘅聖經歷咧第3個月裏面發生。咁佢哋都屬於呢個春季嘅節期。咁而喺呢個秋季嘅節期，嗰3個嘅咧都係喺呢個聖經歷咧嘅7月發生嘅。咧就見到耶和華咧就約定咗以色列人喺聖經歷裏面每一年嘅1月、3月同埋7月嗰度咧約定佢哋同佢哋相聚，約定佢哋嗰度咧去敬拜佢。咁唔單止喺呢個利未記第23章咧嗰個嘅內容嗰度，我哋見到呢7個嘅節期咧有嗰個好清楚啦，有好工整嘅即係分開春季同埋秋季兩個季節裏面咁樣嘅節期好工整咁嘅分配。而且咧呢7個嘅節期喺個結構上面咧都係有一個好獨特一個結構咧喺當中。就係話第一個嘅節期逾越節咧，同呢個第7個最後一個嘅節期呢個嘅住棚節咧，其實大家咧係相應嘅，係相對嘅。就係話從逾節嘅時候，以色列人咧離開呢個埃及啦，同神咧開始呢一個即係整個嘅以色列同咧神咧開始呢個關係。而都去到最後第7個節期呢個住棚節咧，就代表住咧神完全嘅同在喺佢哋當中咁樣顯明出嚟。所以咧第一就係咧相對住相應住第7個嘅節期，而呢個第2個嘅節期無酵節咧就同呢個嘅第6個嘅節期，即係話咧呢個嘅贖罪日咧，亦都係相應同埋相對。因為呢個嘅無酵節佢嘅集中嗰個意思表達咧就係要除酵，即係話咧要潔淨。而呢個贖罪日咧亦都好清楚啦，就係咧其實係一個嘅潔淨，一個潔淨日。大家咧嗰個重點都係講到呢個嘅除罪潔淨。而跟住第3個嘅節期呢個嘅初熟節咧，同呢個嘅第5個嘅節期呢個嘅吹角節咧就係咧相對同埋咧相應嘅。咁我哋點知道呢個第3個嘅初熟節同呢個第5個嘅吹角節係有呢個嘅關係或者係平衡咧？就我哋咧要知道呢7個嘅節期咧全部咧都有佢呢個嘅先知性嘅意思嘅，有一個 prophetic meaning。咁所以我哋知道耶穌佢咧係喺呢個嘅初熟節嗰日咧被即係從死裏面復活咁呢個咧就係亦都先知性地咧預表咗將來嘅時候咧我哋相信耶穌嘅人最終咧就會喺呢個嘅7月1號聖經歷7月1號呢一個嘅吹角節嗰度咧從死裏面咧復活啦。即係話耶穌基督佢作為咧呢個嘅初熟嘅果子，呢個 first fruit 咧喺呢個初熟節嗰度復活，而咧我哋信耶穌嘅人咧就會喺呢個嘅吹角節，即係話喺呢個嘅號筒吹響嘅時候咧從死裏面復活。喺呢個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16、17節嗰度話，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嘅聲音和天使長嘅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嘅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也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所以就係呢個神嘅號吹響嘅時候，呢個咧我哋復活嘅時間。所以咧就係見到呢個第三個嘅節期同呢個第6個嘅節期咧，大家咧係平衡嘅。嗰個大家嘅主題都係關乎呢個咧從死裏面復活。最後同大家分享到咧就係神咧佢藉住將呢啲節期俾我哋咧，佢就去將佢聖化咗呢個嘅時間，將呢個時間咧就係聖化，即係話咧將呢個嘅 time 咧係 sanctify。咁我哋記得就好似喺神嘅即係利未記之前我哋提到喺神嘅會幕裏面有佢神聖嘅同在，所以咧佢藉住獻祭呢個嘅血啦，就將即係會幕聖所裏面咧咁樣嘅去潔淨聖化。咁同樣咧喺呢個23章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因為呢啲嘅安息日啦，同埋呢啲嘅節期咧係屬於耶和華咧佢即係創造嘅工作嘅一部分。所以當以色列人同我哋嚟到去守呢7個嘅節期嘅時候，即係話咧我哋就能夠活出
神佢自己嗰個嘅聖潔，佢嗰個 holiness。而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咧，就係正正就係咧將呢個嘅時間係神聖化，或者咧係聖化咗。所以當我哋每一次嚟到去喺啲節期當中嚟到敬拜佢嘅時候，其實我哋就係將呢個嘅 time sanctify 咗，而表明咗神佢係聖潔嘅，而我哋咧亦都係佢聖潔嘅子民。祝福大家。